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屏东县雾台乡的飞龙水墙。顶礼拜六有一阵10个人去爬溪，因为溪水岔流，有4个人被水呛去，1个人当场死亡。昨找到2位受难者的遗体，目前这桩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飞龙瀑布意外第6天，10几位搜救人员伫咧爱寮北溪达来桥顶的老虎群搜寻，并且用空拍机伫咧北壁瀑布附近的天顶向下卡翕。早起10点36，敢若发现2具遗体。10点36分，经比对影片，我们发现百米瀑布下有第二个深潭的地方拍到有疑似大体。那我们到12点20分经过我们搜救的人员到达现场，于百米瀑布的下第2个深潭我们搜寻到2具的大体。搜救人员先将一男一女2具遗体送到一人吊挂的所在，申请空军直升机吊挂，送到屏东县长治乡特殊大队，由检警相检确定身份。屏东地检署伫咧25晚完成相检，2位死者分别是27岁姓陈的女子，加35岁姓吴的男子。将会人工解剖确定死亡原因。到目前，这件意外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只敢若剩27岁姓肖的查甫人也无找到。消防局2日会继续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管会4月初10开始启动投资诈骗广告的通报机制，到5月19为止，通报1720件，其中有8成的广告1300多件已经退掉啊。若这投资诈骗广告大部分拢是假造名人拐人买股票，或者是加入哪一群组？假冒合法的证券期货业者、董事长、业务人员，或者是财经名人或者是知名人士那用虚假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广告的内容来误导投资人。那至于诱人加入 LINE 群组，就是投放广告的内容，假称可以提供标股名单啊、股票投资分析啊，所以诱使投资人点选连结加入这个群组。过来老牌汽水苹果西达有民众投诉，讲饮料内底有不明的物质沉底。汤市卫生局顶个月抽验，刷验出霾菌，遂要求业者爱甲产品回收。想袂到前一阵佫去查，发现工厂的天崩生菇，下令所有的生产线拢爱停工，限期若准无改善，相当要罚2亿。老牌饮料苹果西达又搁突册，伫2018年发生食安问题。大西洋饮料公司紧急回收200多万罐苹果西达，无想到5年后，苹果西达搁再互民众投诉，饮料内底有白色不明的册底面。桃园市卫生局进前去工厂稽查，发现有一寡卫生安全记录，下令要求这个生产线全面停工，搁限期改善。现场封存1250毫升加2000毫升苹果西达，累计封存17.7万多罐。再次查厂，见2号及3号产线有裸漏，天花板有霉斑，管线斑驳，担心有污染食品之余，卫生局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1条，命令其暂停作业至改善完竣。另外，卫生局嘛证实4月份捌去工厂抽验1250毫升加2000毫升，拢总6件产品，结果验出霾菌加酵母菌，所以紧急通知销出去1万间餐饮业者，甲这2款有疑虑的产品倒落来，拢总回收4118罐。大西洋饮料公司嘛接受退货，业者违规部分会依照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若是罐装336毫升，一加塑胶干仔装600毫升产品，新北市卫生局原来有验出白色的册底面，就担心说会诱发食物中毒，会有急性肠胃炎。一般我们急性肠胃炎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这些都会。是有数指出，苹果西达外销品行并无收到有册底的反应，也是退货回报。业者爱找出生产制造流程到底是叨一个所在出代志，佮提出改善的方法，互通市卫生局才当复工。若是这个问题产品拢总回收偌济，大西洋饮料公司也佮你统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消除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行政院会要伫7档内投入400亿，改善车路安全。毋但要改善路口过路人的安全设施，嘛会推出过路人甲老大人优先区域，限速30公里。另外，违规记录上严重的人，打算要开放定期换照。
若准驾驶无让过路人，就要记点去听课。2022年年底，台中市发生一家火啊，3个人行伫火条线，煞去有一只要倒来的公车弄着，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的悲剧。迄当阵老母甲1岁翁仔仔当场就无喘气嘛无心跳，敢若伊拉捡一个翁婿有活落来。第一个台南的查某囡仔甲因老母要过车路的时阵，嘛去互轿车弄着，不幸死亡。台湾交通的情形，嘛去互外国媒体形容是行人地狱。走在斑马线上，有些车子也是不礼让的，或者他会靠得很近啊，突然就来一个紧急刹车，推小朋友的推车啊，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推。还有一些盲人的那个路道，常常走到一半就断掉。人行道，我觉得这个要加强。但是现在因为机车也多，车子也多，所以你真的说要给行人一个多方便，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呐。为了重视行人的安全，行政院议会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为工程、教育、监理、执法4大面向，去年投入400亿来改善道路安全。也若工程的方面，改善路口行人安全设施。嘛推出限速30公里行人甲高龄优先示范区。另外，若是有违规记录严重的人，按说要恢复定期换照。驾驶若是无让过路人先过，嘛要记点，而且参加讲习，嘛会为校园落实交通安全教育。在工程面向我们提出了9项行动方案，我们会从点线面来推动相关的一个工程改善方案。当然，我们也会针对设计法规的一个检讨跟人行环境的一个考评。另一个台南3岁查某囡仔，因为去互车弄着不幸死亡，伊老爸相信这款的政策有一定的效果，来保障行人的安全。开车的人或者骑车的人，那多礼让一点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多等个10几秒，可能换来一条生命，绝对是值得的。这些钱投下去，它一定会有成效，只是这个成效大或小，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若受害者的家属，伊拉捡一个先生表示。台湾政府更加需要做的是强力而且持续执行行人正义大执法。另外，业者应该爱负天发性的赔偿，安尼才会当尽到监督的义务，督导职业驾驶，让行人的安全更加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少，各地头大部分拢是侪份好天，嘛有较小热。咱来看温度。这2日东半部甲金门落地渐好，其他所在是侪份好天。不过，即阵透东南风，东部一方面水气高，可能会落雨。过到南部甲山区会落雷公雨。温度方面，今仔日各地头侪份好天，会较小热。西半部的高温有31度到33度。若强烈风台马华，未来路线会升向西北西行，预告后礼拜1。风台到菲律宾东部海面会转向北边阁起来，到时才知影对台湾影响有偌大。风台马华日是经过美国关岛、透风、落雨地区，当地有真侪所在拢停电。气象局表示，咱台湾这礼拜天气还未受到风台影响，若可能要等到后礼拜1、拜2，才知影风台敢会扫入来台湾，到时嘛有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强风甲铁片吹落去，结果击到停车场2台轿车。马华风台日时侵袭关岛，威力相当是4级飓风，整体风速达到每点钟230公里。这种的强风大水雨，予当地5.2万户，敢若1000户有电。总统拜登也宣布关岛进入紧急状态。The President approved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for Guam. FEMA, Coast Guard,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Mawar now leaving toward the northwest, still again with winds of 140 miles per hour. It is expected to go into another round of intensification.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关岛可能会有几落天，甚至几落礼拜拢会断水停电。当地顶一届拄到类似的情况是伫1976年。若是马华对风台影响，为上新的气象预报来看，上关键的时间是伫29到30，也有可能要伫后礼拜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周日、周一开始呢，马华台风会有往北转的这样的趋势，往北转的角度就决定了它接近我们台湾的这个距离呢，跟它的影响比较高的几率是接近我们东部的外海之后，再朝着东北方向远离。北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没有办法在29号、30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如果有的话，它往北的趋势就会比较明显。暴风圈对我们这个东南部还有巴士海峡的海面
可能会稍微有消到一点点海警的这个范围啦。专家也指出，29进前路线拢正稳定，往西北西方向移动。一定28下晡开始，因为外围环流瓦近会带动东北风，和线风这一面落雨。暗过东北的时间甲方向拢抑有变数，也是爱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立法院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的排污条款来协商。不过，反洗钱防治法佮判10年以上还未定案者，拢袂使佮参选的部分，条约还未达成共识。高党团提出家己版本，今仔日要表决，那力两党拢交给动员来应用。来看中国时报，国防部证实美国卖咱台湾武器军售案延前，所以要先提供咱价值美金5亿的军援，会以刺针飞弹为主。上新的消息有一批已经送到桃园机场，由军方接收。来看自由时报，因为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找落来，行政院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定着会对咧降低，预估今年的 GDP 会降到接近2%。来看今年，因为年假有较济，拢总有6日爱补上班上课，煞引起民众反弹，讲伤忝。行政院人事总处即阵调整方案。讲以后，敢若为老暝前一日，佮有清明儿童节会安排休假排年假，所以有可能会补班，其他就拢袂啊。那安尼是明年的年假就剩4届尔，敢若2月17爱补上班上课。民众休年假是真欢喜，不过若补班就面有面结。今年补班日有甲6天，引起部分民众的反弹。行政院决定有春秋来调整休困的范围。为目前应该放假的纪念日甲节日，调整做围炉前1天，儿童节甲清明。补上班的关节由目前提早伫前1礼拜6，调整做迄礼拜或者是下1礼拜6，来落实1礼拜休2天。经过重整相关部会的意见，认为国人最重视的民俗节日农历除夕及春节，民族扫墓节则具有慎终追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以2024年做例。敢若有2月初8，围炉前1天是大型休假。今年度敢若2月17拜6爱补班，亲像开国纪念日，2月23年12月30到2024年1月7日，拢总有3天的年假。儿童节、清明拄着拜4拜5，毋免调整。4月初4到4月初7，拢总4天的年假。5日节6月初8到6月初10，嘛有3天的年假。年度总休困的时间是115天，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拢总有4个。应该还可以了，对啊，就是先苦后甘或先甘后苦问题。当然是希望假很多，然后也不要补班啊。个人而言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补班吧，起码我上了班还能连在一起放假。补班日为2023年6天，2024年变做敢若剩1天。不过这嘛代表明年的中秋、双十节，虽然是伫咧拜2拜4，不过拢无休年假。根据统计，未来5年除了2026年无调整休假甲补上班的情形以外，其他的年度拢是调整1届，拢是伫咧围炉的前1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诺进前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伊有讲到伊方交代2项任务，一个是要防止中国侵犯台湾，第二是做好战争的准备，而且爱摕到胜利。阿基里诺嘛呼吁中国爱想好清楚，若想要拍台湾，无可能有通轻轻松松缩节缩决。南华紧张的局势，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进前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时阵，讲到国家予伊2个重任，防止中国侵台。若失败，就要做好交战的准备，而且爱赢。伊态度嘛正硬讲，中国若犯台，无可能缩战缩决。And I hope that President Xi takes away. Firs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hort war. And if the decision were made to take it on, that it would be drastically devastating to his people in the form of blood and treasure. 阿基里诺演讲台下就坐一个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校长温忠良，伊嘛用问题来重申中国的立场，讲是中美应该合作共赢。We are ready to pursue security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pirit of working together. We're ready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and I think those are the areas of competition t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ustain and maintain. 但是西方的情报机构和 Microsoft 识别讲，中国的网络歹徒当伫找美国关岛电信系统的资料。关岛是美国的空军基地，学者讲，中国可能暂时想要把通讯系统切断，为何美军调控台湾做窃密或者是窃听的一个动作，甚至是中途的拦截跟变造去把你做传讯的一个改造。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第一摆通过台湾报告，提出较紧交付军售、扩大美台联合军事训练、成立美台联合计划小组、到强化台湾的网络安全等等10点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2年，包括政府机关、大众运输等等的单位，已经收到258件的炸弹恐吓批。检警是锁定一个姓张的中国人涉案。若经证署强调讲，有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来联络。中国公安伫这个月初5，冒找这个嫌犯到案说明，不过这个嫌犯是无承认犯案，唔承认指控。辖区的员警搁再出动加强巡逻守望，因为国立台湾图书馆8天内3遍收到恐吓批，这封邮件23寄出来，无写名，敢若讲安装8粒遥控炸弹，会伫今仔日下晡2点引爆。不过警方是研判，可能伫创敌人的。即马诈骗恐吓少连续发生，检警调也建立联络的方式，共享资讯，要查源头。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也统合了刑事警察局跟调查局他们共同在侦办调查之中。为去年9月到即马，亲像大众运输、政府机关、风景区，甚至连校园，有48个单位拢有收过恐吓批，发生258件这么多。不过，执法机关明明锁定中国籍姓张的查甫人就是嫌疑人，最近2年拢无动作，就互立委质疑两方共同打击机制失灵，想要抓人才无法度。那大陆方面呢，也都有在帮助我们，他们在5月5号把这个人找来。事实上，我们都有互动，都有联系。原本各机关拢讲嫌疑人就是伊，即马所改讲类似的炸弹恐吓，有可能嫌犯另外有别人，甚至引起模仿效应。有立委也点出，是安怎国内恐吓炸弹会一直出现？这个美、英、澳、加拿大等国的规范，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认证等2种以上的工具验证，来达到内审敏的机制。我们台湾建制这些吗？就是没有嘛。要经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做嘛，对不对？法务部部长这边有掌握吗？有这样吗？没有。即马看英国、美国这国家拢有建立类似实名的制度，必须用电话这工具进行账户认证，避免无用真名伫网络做一寡不法的代志。各国拢想办法伫因应，台湾想要阻止，脚步嘛都要变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国泰航空的空服员提出中国旅客甲毯英语讲做地毯，这个风波是继续的滚价。国泰航空甲这3个空服员是透露了后，执行长拜3嘛亲身出面回释咧，强调这款违规的行为绝对袂吞准。那香港的特首嘛表态，袂引准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At Cathay Pacific,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在国际上风评一直袂歹的国泰航空，最近爆出机是升客事件，原因是顶一个礼拜有一只为成都飞去香港的飞轮机，哪像有中国旅客甲空服人员提毯啊，不过伊甲毯啊英语 blanket 讲作是地毯 carpet。事后有3个空服人员伫休息区一直提这件代志共踢笑，有乘客实在听袂落，就把这个内容拢录起来。On the floor. Blanket. So if 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 Carpet is on the floor. Feel free if you want. Lie on it. 代志爆出来了后，引起中国网友的批评。国泰航空24点钟内3届发声明回释咧，后来佫直接甲迄3个空服人员是头路。不过证人也是真生气，悄悄上网络讲伊用过坐国泰航空类似这种无欢喜的经验。都连香港特首嘛出来批评，话是讲了真重。有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做出不尊重的言行，我感到非常痛心。这些不敬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荣的文化
和价值观。国泰航空第4届会试的时阵，由执行长亲身出面，而且讲华语来表达诚意。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国泰航空将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类似的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届风波在媒体甲网络顶是传了真紧，甚至为语言的歧视讨论到中国甲香港的对立。虽然国泰航空再三答应讲会检讨，不过企业的形象无论安怎，拢已经受到真大冲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德国公布今年第一季的 GDP 是落0.3%，这嘛是连续2季的 GDP 拢倒球，代表德国的经济咧衰退，通货膨胀嘛介食力。不过德国总理肖兹所表示讲，对经济发展有信心，而且嘛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德国联邦统计局第5公布的资料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盘0.3%，因为去年第4季也盘0.5%，所以是连续2季 GDP 呈现减速，表示德国的经济已经进入衰退。Das Problem, das wir in Deutschland haben, und das ist ungewöhnlich in einer wirtschaftlichen Schwächephase, ist der private Konsum. Und es trifft vor allem Menschen mit mittleren und geringen Einkommen. Denn die Inflation von 8% im letzten Jahr und 6% in diesem Jahr, das sind ja Durchschnittszahlen. Menschen mit gering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haben eine doppelt bis dreifach höhere Inflation individuell, weil sie individuell viel mehr ihres monatlichen Einkommens für Energie und Lebensmittel ausgeben müssen, also die Dinge, die teuer geworden sind. 学者讲，德国4月通膨率也搁伫咧悬点的7.2%，而且看不到较强的经济复苏。不过，这礼拜调查资料是显示，虽然制造业的景气依然伫咧下滑，不过德国5月份的商业活动再一遍扩张，代表经济衰退可能是短暂的情形。德国总理肖兹也对德国经济前景有信心，讲已经采取措施避免经济衰退。Was man ja bemerkt ist, es wird viel investiert in Deutschland, was Batteriefabriken betrifft, Chipfabriken, das nimmt erheblich zu und deshalb kann man sehr zuversichtlich sein. 国际货币基金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伫咧零线附近来回，一直还阁正悬的通膨率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上主要原因。学者也讲，为了要抑制通膨的高利率，会让德国的第3甲第4季搁再出现经济减速。公司新闻张伟玲、吴kỳ昌编辑。来看玻利维亚的天主教会伫5月初互媒体亚康，讲一个已经过身的神父伫家己的日记内底，甲性侵害84个囡仔的买代写甲清清楚楚，而且教会高层嘛有斗暗卡，引起社会愤慨。总统是要求教宗要查核清楚，即马嘛有受害者出面指控，教会嘛已经回失咧，承认因暗号行为。玻利维亚媒体23日头版报道，梵蒂冈官员已经到当地协助调查教会神父性侵未成年的事件。5月初，西班牙媒体公布，已故西班牙籍耶稣会神父佩达拉哈斯生前300页日记，记录伊为1991年了后，伫国校任职的时阵性侵学生的过往。根据日记记录，教会高层知影这个行为竟然无通报，受害人数达到84个人，集中伫首都科加邦巴大宿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偏远地区散车人的囡仔。Prácticamente están involucradas prácticamente todas, ¿no? Y como institución tienen que asumir las consequencias。这件新闻伫葡国引起真大议论，葡国检警随开始调查。总统阿尔斯透过办公室写批予教宗，要求开放玻利维亚境内牵涉到性侵的神职人员相关文件。议员办公室也陆续有接到拢总19件性侵指控。检方指出，愈来愈侪为全国各地的受害人出来控告。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70人受害，除了未成年儿童，也包括新的少年神职人员。Solo pido justicia, porque nunca más se repitan agresiones y hechos abominables contra seres indefensos。葡国检方嘛查出，还有3个已故神父涉案，案情若亲像练世球共款，愈练愈大粒。民众到教会发起抗议活动，甲画恶魔的图像搭伫教会壁顶，用喷彩写性侵犯的字。玻利维亚教会领袖二是发表声明，坦白承认教会无作为，等于承认对这个行为当作无款，除了向受害者回失的，也承诺会协助调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
英国媒体报道，有一台轿车弄首相官舍的大门，出动时首相苏纳克在办公，加载无人伤亡。警察当场逮捕一个查甫人，初步判定不是恐怖攻击。英国外交部半年一届，甲国会发布香港报告，呼吁中国甲香港要落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议废除国家安全法。不过香港表示坚决反对。新冠疫情在中国哪像搁反考压起来？中国官方预告6月底是疫情的高峰，下礼拜会有6500万人确诊。来看军公告，明年就有机会要调悬薪水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军公告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已经开会啊，针对经济指标、财政状况做评估，有真大共识，建议行政院要调整军公告的薪水。安那劳动团体是正面看待这件代志，希望政府带头，民间企业嘛会当对咧加薪水。中国对台的威胁不断，国军保卫国家上界辛苦。另外，防疫期间，真侪所在嘛会当看到军公告人员的形影，维持国家正常运作。因为看到军公告的付出，拜四的行政院会嘛有讨论明年军公告调薪水的部分，政府已经有真大的共识。我们各军公教对我们社会疫情的这个贡献跟帮助哈，所以就是议会的委员呐，共识度还蛮高的，就建议能够适度的调整。对于这个公务人员的调薪的部分，其实是一直是正面的看待，那还在进行相关的研议讨论中。军公告明年加薪水真有希望。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军公告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已经针对各项经济指标、政府财政状况做审议，建议行政院明年通合理调悬薪水。进前财政部嘛捌讲，政府的财政应该通支应3%的调薪。针对这个部分，劳动团体是正面看待，嘛进一步呼吁政府甲弱势劳工有关系的基本工资，今年嘛应该继续调悬。今年是蔡总统的最后一冬嘛，最后一届调整基本工资嘛更加调整更加悬一线对未来台湾的整体的劳动条件来讲，嘛是好的代志。劳工电线表示，军公告若带头调薪，企业嘛应该好好思考，对咧替劳工加薪水。亲像即马世界欠工，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提悬劳工的薪水才对。刷电脑要开放更较侪外籍移工来台湾，因强调劳工薪水价情形要改善，才有可能改变劳动环境。政府嘛应该落实上加工资法立法，实现蔡总统的政见。记者陈亚文、准由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电推动家人的协和电厂改建，要起天然气接收站，引起当地民众反弹。昨下晡进行第5届宽屏专案小组会议，不过有家人在地团体冲入去会议室阻碍会议，主席落尾是宣布散会，另一日搁再审。不好意思，先生还不能进来。开的会是外口，家人外无产行动小组成员决定要用枪的。虽然工作人员出来阻挡，也是行动小组冲入去宽屏专案小组的闭门会议中，向所有的宽屏委员发出心声。程序违法，立即散会，退回重审。会议室敢若2个警员面对总入来抗议群众，无法处理。主席有宣布休困10分钟，要大家消气。不过抗议声不断，最后主席认为无法度继续开会，宣布散会。不要当违法还会，不要当违法还会。下晡环保署进行协和电厂改建计划第5届专案小组审查，会前家人在地团体都有质疑，台电讲缩小面积屯海区沙东，未影响选河，不过调查点拢无咧屯海区，是咧骗人。他甚至是选择一些好像是说能够代表，但其实你仔细去探究，根本没办法代表。所以我觉得是恶意欺骗的社会大众。不过台电讲绝对拢有调查。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填海区，我们也是不管是2.0、3.0，我们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点。为了北东电网一直增加的用电需求，台电推动协和电厂改建，新增加2座燃气机组，抗议甲建议了后，缩小开发面积22%，屯海区沙东。台电讲有闪开选河区，对生态更加友善，不过反对的民众无接受。第5届专案小组会议由于无法度过关，环保署讲会赶紧安排时间再审。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宇航空，这个月初6，因为天气歹，佮有机房调度的问题，造成300外旅客伫咧日本成田机场过暝。虽然新宇航空决定要退票来补偿，不过却佮逼出机组员超时工作的问题。汤市劳检处证实讲，迄天机组员迄日嘅工作时间是超过14点钟，上济会当罚100万。新宇航空5月初6伫日本成田机场，因为调度甲天气等等的关系，至少有2个航班300外旅客调伫机场。董事长张国伟紧急搭透载飞行机赶去现场处理，而且甲 A35型客机驶转来。不过，汤市府顶日仔做劳动检查的时阵，发现讲有10外机组人员严重超时，毋但违反劳基法，嘛影响飞安。过劳驾驶形同酒驾，那其实状况类似啊。如果空服员或机师的过劳程度累积到一个程度，他的专注力下降的话，那的确对飞安当然会有影响。劳检处表示，劳基法有一日的工时上济12点钟的限制。经过调查，新宇航空5月初6 JX802、803的机组人员，迄天的工时超过14点钟，会当业者回应说明，查证若是事实，相当会罚100万。初步判定是有违反劳基法，后续会函请陈述意见。对，那有可能裁罚的金额会是就是2万到100万之间。若张国伟本人透暝赶过，搁驶飞行机转来，敢有违反飞安的规定？民航局表示，要来查证敢是有疲劳的风险，因为照规定，机师飞行进前爱休困10点钟。若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呼吁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一天来回同价的航班，本来就有较大超时的风险，应该爱互机组人员伫当地带暝，互因好好休困，才会当确保飞安甲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伫台中发生公安意外的刑事法建案，因为目前检调又搁咧办案，现场拢保留证据无震动，所以这吊车搁伫咧大楼的厝尾顶。不过，风台马外特别挂来啊，市府已经要求建商爱加强固定，避免发生意外。大电人来刑事法建案楼尾顶甲铁架加强固定，台中捷运这个月初站，互这个塔架吊手击着，造成一死10伤。现场配合台中地检署的调查，保全证据无拆除。即马强烈风台马外挖紧，市政府2号得到检方甲运安会同意，要求建商加强固定。特别经过检察官的许可跟运安会的同意，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进行整个相关的加固工作。因应整个马华台风的来到，那市政府也会要求各个工地对于其他的部分来做一些安全防护。做伙来的台中结构工程技术工会表示，吊手弯做3节，各互相相连，建议每一段吊手拢爱伫头尾所在有更少固定，避免强风吹会害。目前是用钢索去拉，因为钢索只承受拉力，不承受压力，所以会建议每个固定点至少要有2支钢索，彼此去拉在一起。那当然，这个是属于加固工程，并不是去把它拉紧，因为拉紧我们也担心它会破坏到现场。台中市劳检处持续考察辖区内32位有塔架工地，结果17位无下规定，其中8位有危害劳工义务下令停工，拢总罚222万，并要求限期改善。塔吊的钢索有局部的损坏。塔吊的吊钩没有设置防脱落的装置，开口防护不足，施工价没有符合规定，没有订定相关的安全作业程序，最主要还是这5点。台中市政府提醒业者，若做无经过劳检机构允准就复工，会甲相关人员移送地检署，后续会面临相关的刑事责任。呼吁厂商甲施工单位唔通无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风采520的建案发生5架车路落空的公安意外，县长尤文科奉质疑讲对建商放目，收87万的政治现金。安那县府表示，尤文科竞选期间的政治现金拢会当检视，绝对无乌西。建案的地下5楼，敢若用钢板甲铁做挡土壁，无法度挡沙石含地下水一直流入来。虽然佫放一堆沙包要挡，但是水也是一直流入来地下室。民进党议员2号公布这相片，强调丰益建设的风采520建案已经发生5摆公安事件，敢是县府在放目？甚至支撑不住了，是用角铁在做支撑。甚至被地下水冲破了以后，它是用沙包在做支撑，整个建案下面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哦。它有没有乱搞？这个是
可以去查证的建筑的施工的计划，它都有它的建筑师、建造单位在控管的。对议员的质疑，防疫建设回应讲，拢有照计划的施工。议员嘛质疑讲，由文科2当前在竞选的时阵，做防疫建设的交台中心做竞选总部，3个月租金大约是87万，但是伊嘛收防疫大约87万的政治现金，基本做免钱。竞选期间，他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依法来收受申报，而且是由公开资讯都可以查阅，是可以受到公平的，并没有外界所谓的对价关系。官府嘛强调讲，对建案管府拢是严格的监督，唔捌杀责任。即摆经要求建商全面停工负责任，一切拢依法来做，有啥物就办啥物。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底，家己发生家事爆炸意外，造成一个87岁阿嬷救无回来。检警调查是爆炸发生的前3日，有一个做水电的师傅去甲这个阿嬷倒换一水炉，却无甲家属讲防护码，致使家事流出来，害这个阿嬷要煮饭的时阵，家事煞爆炸。那这个水电的师傅嘛，互依照过失致死定罪嫌，判刑5个月，会当假罪2年。伫家事爆炸现场，玻璃是碎甲龟头壳，消防人员提醒民众莫互挂着啊！爆炸时阵伫厝内煮饭，88岁姓陈的老太太，规身躯有38拍面积烧伤，送医不治。阮食因妈咧大因妈就迄阵即间气爆就安尼，往啊转去就安尼无人咧大。毋知当时要来大，毋知影，有讲要来大，毋知影当时。厝边讲，这个阿婆因囝是住伫外县市，大多数时间伊拢一个人住。检警调查爆炸的原因，发现是伫事发前3天，去因兜装热水器，这个4-5的做水电的，做的时阵无甲接热水器这个家属软讲，确实防护好，互气体走出来。家属伫咧伊煮饭的时阵，浓度正悬，佮拄着火光就爆炸。本应直接将该瓦斯软管拆除，或确实密封瓦斯软管末端，以避免发生瓦斯泄漏。竟仅以俗称电火布之绝缘胶带缠绕该瓦斯软管末端，及径自离去。插管的位置一定要插到红色线的电位，再来就是说一定要一个管夹套上去，锁住这样子。这水电工落尾是互照过失致死罪等等判有期徒刑5个月，假罪2年。专家嘛提醒要找人来装加速炉，也是热水器，爱选有合格证照的专业人员，使用的设备嘛应该有安全标章。讲线装了会检查接碰的所在，确定无气体走出去，再甲讲线锁安，相当防护，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用那个泡沫。有一个失联的印尼移工，竟然伫台中做车卡线啊，替共乡的人看喙齿，用的医疗器材唔知为倒位来的，甚至阁用已经生锈的片剂替人办喙齿，无卫生，阁有感染的风险。移民署已经甲这个移工移送法办，相当可能要关5天。台中的专勤队人员来到徛家内底，发现有一位患者正在接受喙齿的治疗。不过，甲看诊的竟然是一位失联的印尼籍移工，伊若无医生牌，而且使用的器材嘛来路不明。这什么东西？你先抱一下，这个一样啊。专勤队表示，这位失联的移工是伫咧面册等等的社群平台，打出治疗喙齿前后的比较来宣传，而且上准印尼共乡的伫台湾就医无方便的问题，以正价介绍伫台中东协广场附近的徛家，提供拜6礼拜看诊，平均1个月会当赚3万块。卡贤透过脸书等平台宣传牙齿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吸引许多同乡前来就诊。冒牌牙医也坦诚自己做的牙齿强度不如一般的假牙，完全是重看不重用，不顾治疗对象的就医安全。这个失联的移工为国外引进来路不明的医疗器材，包含补喙齿、粘喙齿的药剂、磨喙齿的机器、甲美白灯，甚至阁用生鲜的片剂来做工具。就齿科的学者提醒讲，安尼唔但害患者有感染的风险，部分材质可能阁会有毒性。补牙的材料本身都是一种光聚合的材料，就是它原本是软的，你照了一个特殊波长的光，后它就会变硬。那像那种材料，假设没有完全变硬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毒性的哦，对牙齿是会有伤害的，造成刺激，然后会有或者是说用来物不明东西会有造成感染的风险。专案依照违反医师法、医疗器材管理法来移送法办。台中地检署最近已经甲提起公诉，这位失联的移工恐惊要面对着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也阁会当罚30万至150万块。
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偏远地区或者是矫正学校是真欠老师，就民间的基金会办音乐计划，培训志工老师去一寡学校成立合唱团，教囡仔唱歌。逐年阁会办音乐节，互囡仔表演。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就要带大家来看音乐教育安怎互偏乡甲矫正学校的囡仔培养合作精神甲自信。先经音乐计划服务真侪偏乡的学校，每一礼拜陈伟志老师拢会为台北搭火车去台东教课。3天内爱去6间学校上课，甲7个合唱团，伊透过合唱，互学生探索自我，扩展视野，嘛把机会互囡仔学习母语，唱出家己族群的歌曲。我本来就咧教足侪原住民阿部落的小孩，我就互因唱这个歌，互这个歌伫伊的记忆内底，佮有会使持续的传唱。伊会使甲家己的亲人讲家己的话，对，用家己的用自己的语言，对，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代志。音乐计划内底，还有老师进入少年矫正学校，用流行歌建立甲学生的关系，再个引导因练习，开发因发现家己的优点，期待因发现无共款的世界。伫台顶表演了，观众朋友互阮的鼓励，佮有掌声，拢互我感觉足感动的。阮这种犯罪的人，竟然有人会甲阮支持。先经365音乐计划已经10年啊，参与的学校甲老师逐年咧增加。这个计划嘛为偏乡教育延伸到更加侪所在，透过音乐教育，希望让囡仔探索自我，学习团队合作，将机会会当徛起伫舞台顶，找到家己的自信。记者洪兆石、吴文良综合报道。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今年已经办第3档啊，即阵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本身真爱写诗吟诗的立法院长尤锡坤嘛带头吟诗，鼓励高中职学生报名参加。伤心心月一无语，成德萧条数冠诗。立法院长尤锡坤伫立法院吟诗现场来一段周金川的《蒋渭水》。立法院长尤锡坤推广母语吟诗，伊认为台语汉诗会当反映真实的历史，展现台湾精神。台湾的诗词足济啦，啊你，迄个亚里士多德讲吼，诗比历史更真实吼。啊，所以讲咱研究台湾的诗，咱就知影咱的祖先伫创啥。尤锡坤讲，台湾的诗词有真济，而且台语是真水的语言，伊也分享要安怎学台语。怎么样了解台语的水？啊，就是学诗词吟唱。所以学诗词吟唱，一方面你会知影台语的水，第二你会当传承台语。让台语客语不会消灭。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已经举办3档，今年嘛准备起鼓接受报名。尤锡坤表示，联合国已经把台语客语列作强要灭绝的语言。教育部长也讲，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为去年开始已经把本土语言放入去必修的课程，让母语通代代传承。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伫新竹的米达菜单顶悬，常常会看到一项号做粉肠的小菜。不少外地来游客想要点这项菜，煞拢唔知影要安怎读。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中昼时间，米达来了不少人客，大家拢是要来买这条长长、看起来亲像烟肠的小菜，用刀仔切落去，软软 Q 的芽，佮看到肉丁，真侪外地人来到新竹，想要点这项小菜。煞唔知安怎读？粉肠啦！啊，你我现在夹不呀？这一好吃。里面有粉跟瘦肉灌下去的，然后那个配料还有配料那些我自己配料调配的，
灌下去吃，然后吃起来就 QQ 很好吃。台语老师出来向大家小解，这项小菜正确的念法叫做粉肠。其实“肠”这个字是对新竹人的台语口音所借而来的。这两字原来念做粉肠，就是咱平常时在写的这两个字粉肠，是教育部的正字。啊，是安怎伊无甲伊写做粉肠，等到要用这个一个水、一个石头这个字咧，头家伊有家己的解说。伊讲，因为伊想要表达水呛入石头啊顶的迄种声，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呛滚的呛。所以他用这个字，不过其实咱应该写的教育部的正字是粉肠。台湾因为有腔口差的关系，而会讲，甚至会甲伊写做是粉肠。依照教育部台语词典解说，粉肠是一种以番薯粉、肉丁、笋丁做伙，灌入去猪仔肠所做的料理。面单头家讲，欢迎乡亲后摆来新竹，会当点这项在地的好料理食看卖。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目前全台湾的失智症人口有32万人。台湾失智症协会发现讲，这几冬来失智症患者是愈来愈少年。呼吁大众虽然失智症无法度医甲好完全，不过透过愈早发现、愈早治疗，就会当控制病情。失智症患者甲家属在咧台顶参张记者资深艺人斗阵唱老歌。台湾失智症协会表示，虽然失智症通透过药物改善状况，但是厝内人的理解甲支持是更加爱看重，而且透过适量怀念过去的记忆，对病情也有帮助。短期的记忆会比较差，长期记忆其实很多都是好的。透过这个怀旧，我们可以让老人家可以说话，可以活动。家人不了解这个失智者已经有困难了，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失智者没有病识感还要再严重。我们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作息各方面。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齐文俊也是病院的医师，伊为这几年的门诊经验发现讲，得到失智症的患者有豆豆少年化的趋势。65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症，大概占门诊人数的1成，伊拄过上少年的是38岁的患者。他们40、50岁的时候，可能孩子都还要小。所以这个失智者的配偶照顾失智者，要负责这个孩子的教养问题，然后他也要负责经济，他的条件其实跟老年型失智症是差别非常大的。协会呼吁大众爱关注少年型失智症患者，也强调失智症上好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是会使早期发现，用早规划药物治疗、生活计划、甲社会参与，对控制病情是真有帮助。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嘉义县65岁以上的时代，就占2成外，是超过0管区。其中绿草乡的比例占上悬。即马有公益团体利用旧校舍的空间，成立食物银行，希望会当来照顾需要帮助的老大人。食物银行的工作人员正无闲伫咧整理物资，外口怎么伫咧做看板？1年外前废校的嘉义鹿港乡碧潭国小，有公益团体要来开食物银行。110年的8月开始会校小孩子会很少了，所以讲我们这个学校社区跟大家一起把这个学校活化起来。啦，照顾这百姓，大家拢做好，这老大人。无像就讲倒来遮，够老人会当服务，甲阮服务，我足欢喜的呢。佮阮遮服务人员大家足好的哦。负责管理碧潭国小的下潭国小讲，成立食物银行，唔来当照顾在地士大人，也或者空间再利用。食物银行呢跟我们接洽，他希望可以用碧潭国小的教室来做一些他们堆放食物里面的物资，那我们非常的乐观其成，因为这样子更加活化我们的碧潭国小。嘉义县鹿港乡老人的人口比例是28.27%，边仔叶德乡嘛有28.22%，拢是嘉义县老人较侪乡镇。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希望对这个基地出发，照顾嘉义的孤单老人，也有红毛拢做下士大人。看到真的很多的长者在营养上面跟食物上面确实是缺乏的，所以我们就协力了
都来自台北，还有高雄很多的这个食物银行的伙伴们在推一个概念，叫社区共老。怎么样让社区的长者还有社区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守护老人？民间团体找资源，成立食物银行，会当让碧潭国小这个所在增加服务老人的机会，嘛希望会当引入更加侪资源，活化这个国小，照顾附近乡镇的4大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荷兰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出车祸瘫痪半岁未行，已经12年啊。最近接受瑞士一个实验性的疗法，伫大脑甲龙骨装电极仪器，用人工智慧解读大脑的想法，佮用电子信号传互龙骨。即马已经会徛、会行，甚至会当爬楼梯。40岁男性奥斯坎伫瑞士接受神经外科这样上心医疗科技协助了，经过大概40届训练，已经会当家己徛伫塞辅助器慢慢啊行，练习爬楼梯。Within 5 to 10 minutes, I could control my hips. For example, I'm training 10 years to stand up with a friend having a beer. An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people don't realize. 奥斯坎几年前接受电子脉冲刺激脊髓疗法，医疗团队伫大脑和脊椎负责骹腿运动的所在，分别下电极，甲大脑信号挖过伤害部位，传送脊髓产生刺激，互伊行动更加流利。想要切掉还是调速，拢会使。So between these two, there is communication, an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a digital bridge that is then reactivated the legs. 研究人员开几个月调整，互奥斯坎适应了更加顺势。一年了，神经功能开始有连接修复的现象，就算甲电极辅助切掉，嘛会当短暂拄拐啊行路。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2度到30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